加沙和平峰会明仔会伫咧埃及举办，包含美国总统川普、埃及的总统塞西等20外国领袖会出席。目前这以下是当咧执行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伫咧美军的监督之下，以色列已经甲部队摕到协议划定的界线。因那哈马斯是72点钟内爱甲48以色列的人质拢总放回去，按算是当地礼拜暗会开始放人。埃及的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河，真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这场由埃及主办的加沙和平峰会，要伫13当地时间下晡来举行。全球侪国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当地和平广场20外参与国家的国旗也已经升起来。负责维安的直升机一直伫空中巡逻。除了主人埃及总统塞西甲川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甲法国这国家领袖拢会出席。متأكد إن بوصولكم سيبلغكم سيتوصلنا بفض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دعم 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قدره ومتأكدين من قدراته على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إن هتصلوا إلى اتفاق يسعدنا ويعني يوقف حرب بقالها سنتين. 结束以下2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平方案，以色列甲哈马斯拢同意啊。到以色列监督铁军甲换任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军队，即阵已经确认以军完成第一阶段铁军，准就等哈马斯释放48名人质。这内底有20人医院换掉咧，28人已经死亡。根据美联社报道，上早可能会对当地礼拜暗时开始来进行。And as you know, on Monday the hostages come back. They're getting them now. I mean. 这是2023年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头一摆出现的正式停火机会。不过，8月伫埃及的这场岛国和平峰会，哈马斯并未出席。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德兰已经向发信社证实这点。原因是进前的谈判，哈马斯拢是经由卡达甲埃及来进行，毋是甲以色列直接对话。也若这也为加沙的永久和平增加一寡变数。因为线内和平计划第2阶段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过哈马斯一向拢表示讲这是无可能，也无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就伫埃及和平峰会举办的进前，主办地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河确实传出一层死亡的车祸，有3名卡达外交官死亡，2个人受伤。将议员无清楚这批外交官是毋是协助促成第一阶段和平协议的卡达谈判人员。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